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17号。今仔日是伫教会节期中间的咱咧讲三花节啦、花妇日啦吼。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约珥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7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到第6章的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1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耶花妇祈祷吼。耶花妇节是大斋节期的头一日啦吼。佮称作是圣的花妇礼仪日，也是圣花日，拜三吼。英语叫做 Ash Wednesday， 是基督教会的这个年历的这个大斋节期的，咱讲四旬节的第一天。传统礼仪的教会伫这个花妇节的当日的用暗时会举行礼拜。伫这个礼拜中间呢，会举行画这个花妇的礼。所用的这个花妇呢，是伫进前一年，伫这个樟树主日了后，用剩的这个樟树的花，甲烧做符，留咧到后一年来用安尼吼。伫礼仪的中间，这个花妇会甲这个参加者吼，伫礼拜煞了后，甲参加者的头壳用迄花妇画一个十字架，做忏悔的记号。大斋节期的第一日，这个花妇节，每一人每一年的日子呢，拢无共款，是根据各活节的日子的前40天，无包括主日啦吼，无包括主日。所以每一年的大斋节日的日期拢无同款吼，亲像有可能是对于2月14上晚大概到3月初10吼，这中间拢有可能啦吼。今年拄好是今仔日是2月17号吼，2021年的2月17号。大斋节的第一天的暗倒的时阵，牧师会为着这参加者伫头壳遐顶悬来画一个十字架做记号，并且会讲下面的话吼。当然，早期是用拉丁文吼，拉丁文。伊会讲人啊，你着爱记得，你本是土粉，要归伫土粉吼。这个是伫咧话这中间咧讲的话，一个提醒啦吼。花妇节代表这个花妇代表一个人的真心的悔改。咱用约拿书第3章第6节来做例。尼尼微城全民拢伫王的命令的下面，穿满衫花妇，因伫遐低靠，表示真心的忏悔，因此因得到上帝的赦免甲恩典。马太福音第6章的经文，耶稣基督提醒当初时的法利赛人，也是讲遮的军队者、禁者悔改，毋是一个外表的行为，乃是爱对心底来出的一种悔改。所以耶稣安尼讲，恁禁者的时阵，毋通亲像假冒伪善的人，因装出一个安尼真可痛的形，故意互人这个用甲安尼吼，头毛长安尼乱舞舞吼，互人看出因咧禁者啦吼。我甲恁讲吼，恁安尼做已经得到应该爱得到的报赏啦。恁禁者的时阵吼，着爱洗头，爱洗面。毋通互人知影恁咧禁者，只有互迄个伫稳状中间的天父知影，看见恁伫稳捌中间做事的天父一定会赏赐恁。耶稣讲真清楚啦吼，花妇节也是讲咱讲禁者，也是这个悔改，绝对毋是表面的工作。耶稣基督讲真明白，讲迄是迄个虚假的外表，就是讲。伫遐打叫啦吼，我安怎啦，我安怎？伫
咧表达的吼。安尼的人，伊讲吼得袂到上帝的接纳甲赦免啦，因为吼你得到吼，已经人的主目的眼光，就拢已经得到安尼吼。因为主讲，因安尼做已经得到因应该得到的报偿。换一句话来讲，认罪悔改是为着要得到人的恶乐，还是上帝的赦免呢？我想这真清楚啊吼。尼尼微城得到赦免，是因为因诚心的悔改，毋是迄个仪式化、表面化、形式化，像咱咧讲打球安尼吼。颠倒转来看看，迄个先知约拿伊的顺服，亲像毋是真心的顺服，看起来较像是咧假安尼，还是讲足不古不入衷安尼啦吼。犹太人诶，法利赛人嘛是共款啦吼。就是讲伫因伫做下者会禁止祈祷诶代志，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来提醒，先知嘛安尼提醒，咱着爱是诚心实意来悔改。约尼书安尼讲着第2章第1节吼，即个经文安尼讲，我用12节甲17节来讲吼。伊讲上主讲吼，假使现在恁犹原咧禁止、低靠、爱拢痛悔，着归向我。恁简单吼，掠破衫吼，一点仔路用都无啦吼，着爱诚心来悲伤来忏悔，爱归向恁的主上帝。伊有恩典充满怜悯，伊袂快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伊随时愿意来接受赦免吼。检查你的主，你的上帝会改变心意，丰丰富富的赏赐福气互恁。迄个时阵，恁就会当伊来献上五谷甲米酒。后壁佫讲着真济安尼啦吼。这互咱想着讲，伫天主教的传统的中间，捌有一段时间，伫即个认罪即项代志，变成做一个制度化、形式化，并且成做即个宗教敛财的工具吼。所以改革了后，解决中的教会就开始渐渐来避免即种的代志，但是却因为安尼来袂记即伫信仰中间的悔改认罪是真重要的代志。超过还是无够，拢毋是上帝所期待的啦吼。三恢复节帮助咱重新思考咱的生活。咱千万着爱记哩，就爱谦卑认清家己的无够格的所在。学习大笔共款，今仔日的诗篇51篇，伊虽然犯得离开上帝的真道，但是当先知咧甲提醒，伊就真心的悔改，并且要得到上帝的赦免甲怜悯。即个恢复即个字伫圣经用希伯来文去找的时阵，有出现22摆。有几若摆是甲土粉有关系吼。有几若摆是甲悔改、认罪、低靠、三恢复的即种的真心的悔改有关系。牧师甲经文拢列伫下骹吼。甲土粉有关系，其实就是亲像咱头前咧讲，伫咧画十字架的时阵，牧师咧讲的吼，伊原本属伫土粉，也要归伫土粉。这是共迄个字吼。也毋茫照着安尼，虽然咱无有即种的礼仪，但是会提醒咱，着爱来反省。伫咱生活中间得罪上帝的所在。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17号，在我们传统的基督教节庆里面呢，今天是撒灰节，是大斋节期的第1天。今天经文是诗篇51篇第1到17节。
约珥书第2章第1到第2、第12到17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20到第6章的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到第6节，16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撒灰祷告。撒灰节是大灾节期的第一天，又称为圣灰礼仪日、圣灰的星期三，或是圣灰日，或是灰日。那英文比较简单，就叫做 Ash Wednesday。这个是基督教教会的年历里面大灾节期所谓的四旬节的开始的第一天。在传统礼仪的教会，比如说像天主教啦、新义会啦、圣公会啦，等等的这样的教会呢，他们都会在这一天的晚上举行礼拜，并且在当天的举行礼拜之后呢，牧师会用这个举行这个涂灰礼啊。涂灰礼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像以前这样撒灰了哈，那是把那个灰呢画在这个额头上面哈，这个灰是从上一年度这个棕树主日过了之后，把棕树枝呢烧成灰烬，把它留存下来，到下一年的这个撒灰日来做这个礼仪哈，作为悔改的象征。大灾的首日撒灰节呢，每一年的日期都不一样，是根据复活节前的40天，那不包括主日哈，这6个主日不算的哈。所以每一年的大灾节期的第一天都不一样，最早可以从2月4号最晚到3月10号这个 range 里面哈。那今年的2021年的这个撒灰节是在2月17号，就是今天啊。在大灾首日的晚祷，牧师会为这个参加者呢的额头上画上十字架并且说下面的话，他说：“人啊，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哈。”那最开始当然是用拉丁文了哈，牧师也写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撒灰代表一个人的真心悔改。我们用这个约拿书第3章第6节为例了哈。那尼尼微城呢，他们全民在王的命令之下，他们穿麻衣啦、撒灰啦、痛哭，表示真心的这种悔改，因此而得到上帝的赦免与恩典。马太福音第6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的跟基督徒或是说当时候的跟随者提醒他说大家要禁食悔改，不是一种外表的行为乃是要从心里面而起的。他这样子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为善的人，他们装出一副苦相，故意蓬头垢面，好让别人看出他们正在禁食。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样做已经得着了所得到的报偿。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就是要端庄不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在禁食。只要让那一位在隐秘中的天父呢知道，看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撒灰节或是说禁食或是说悔改，绝非是一种表面的工作，不是故意做给人家看的，故意台湾话说打他，也就是说到处去宣扬这样子耶稣基督说的非常明白，那是一个虚伪的外表，这样子的人是得不到上帝的接纳与赦免。因为主说这样做呢，已经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报偿。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的认罪悔改不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赏，而是要得到上帝的赦免才对尼尼微城得到赦免，是因为他们诚心的悔改，而不是那种表面的不是仪式化的，不是表面化的，不是这种形式的。反观先知约拿，他的顺服似乎不是真诚的，看起来有点像假装，或是说他不是真心的。
犹太人、法利赛人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这样提醒，先知也这样提醒，我们必须要诚心诚意的悔改。约珥书是这样的提醒，对这个以色列人民说道。我用12节开始的经文哈，上主说，即使现在你们仍然可以禁食、哭泣、哀嚎，诚心悔改，归向我。光撕裂衣服是毫无用处，要诚心悲伤悔改，归向主你们的上帝。他有恩典，充满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随时愿意饶恕。也许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丰丰盛盛的赐福给你们。其实这个就是约拿书那个王他所说的话了哈。那接下来经文，约珥先知也讲得非常清楚哈。那我们可以来把今天的经文读完整哈。我们看到天主教的传统，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认罪悔改的仪式啊。那我们就说他们常常要到这个礼拜堂去忏悔啊。但是有一段期间呢，天主教把这个变成制度化、形式化，并且有一段时间非常严重的变成敛财的工具，宗教敛财，因此才会引发所谓的宗教改革。可是呢，改革中后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事情，有一点做过头了啊，那就很不重视这个教会节期，或是说撒灰节哈。我们好像就忘记了信徒应该要悔改的这件事情。那这样子说，就是说过之或是不及，都不是上帝所期待的。我们透过这个撒灰节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我们千万要记得要谦卑，要认清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要学习呢，大卫一样。虽然我们会犯错，我们犯了错，我们会离开上帝的真道，但是真心的悔改就必要得到上帝的赦免与怜悯。这个撒灰，这个灰呢，在以希伯来文去串的话，这个旧约圣经总共出现了22次。牧师列在下面不是每一个经文都是写的跟悔改有关系，有些是讲那种像这个前面牧师说的，在撒灰节的时候，牧师在画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会说你原本是土，也要归于土，那个灰就是像一般的灰尘那种意思哈。那跟悔改有关系的牧师都把经文列出来了，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来读读看哈，跟这个都很有关系，也帮助我们在了解撒灰跟悔改的生命，这个对基督徒而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愿上帝的怜悯与我们同在。